7月底凯美风台伫中南部造成真严重的灾情，落水溪海边种的草拢互风台扫了了。第4河川分署是表示讲，会伫中秋之前来完成伫755公顷的沙洲来做一寡预防风飞沙的措施，避免东北季风来的时风飞沙上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。 云林西里大桥下骹两边原本河大水冲到春沙头的所在，即马拢铺稻草起嚟，要避免东北季风来的时引起风飞沙。7月底凯美风台扫过，落水溪樱花村沙头的所在为99公顷增加到849公顷。 规个呢，冲刷甲裸露地呢，裸露很大了吼，裸露地变得有够大片啊，所以呢，公所这边嘛有甲市河局这边反映吼，惊讲这个扬尘的部分，裸露地伤济，到时阵拍打击了，扬尘就搁起来。扣除有湿润不会造成扬尘的这个就裸露地以外啊，还有755公顷必须跟时间赛跑，赶快在中秋节之前啊，去做一些措施啦哦。那这个部分我们昨天大家分工那个就是预定的时间表，那我们来管控。 4号分署表示，风飞沙防治范围为中沙大桥到出海口长差不多25公里，会分5区来做，包括用石木做600公顷，用水做109公顷，其他的是46公顷。有环保团体讲，要用什么石木来做，会当搁讨论，避免像即届凯美风台中华沿海蚵仔病互官网砍掉，强被害了了。 因为要顾及扬尘，所以要绿覆盖嘛，就是要有更多的绿色植物来覆盖，就不会有扬尘。但是因为植物反而长得很茂盛之后，这次台风就吹到海边了。它可以选择比较，例如冰水菜，冰水菜它是一种比较软的，它泡久了会软烂。 4号分署表示，凯美风台算长中华沿海蚵仔病，经过勘查发现是官网顶食物甲砍掉造成的，毋是稻草。目前已经用计划补助甲清除，希望在做防止风飞沙工程的时啊，避免影响到饲蚵仔的产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